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又到咗香港新聞連線嘅時間，我係蕭豬豬。今日係2025年3月19號星期三，我哋一齊嚟睇下以下呢則新聞嘅標題啊！距離香港大約50公里，嶺澳核電站拖足111日通報舊年11月運行事件。香港人就一直都擔心鄰近嘅大亞灣核電站安全問題，不過依家又多一宗核電站事故通報延遲事件啦。據獨媒嘅報道，保安局喺尋晚發公告，指廣東省核電應急委員會辦公室喺3月通報咗一宗運行事件，涉及嶺澳核電站，但係事件其實早喺舊年11月27號發生，不過就去到今年3月先至被分級，所以喺保安局收到通報嗰陣就已經遲咗足足111日啦。嶺澳核電站係位於大亞灣核電站以北大約1公里，距離香港市區大約50公里。根據資料顯示，喺2022年，嶺澳核電站以及大亞灣核電站就曾經發生3次嘅零級差別事件。當時由事故發生至到分級只係需要2日，然後就會喺1日之內通報保安局。但係今次呢種事故由發生到正式通報就足足拖咗3個幾月，令人質疑核電站運作嘅透明度。根據保安局嘅公告，事件係發生喺舊年11月27號，當時1號機組化學與溶劑控制系統內嘅除鹽槽喺更換嘅過程中，出口嘅隔離閥就未按標準關閉，導致部分嘅液體量下降。電站方面表示，工作人員即時叫停操作，液體量隨即恢復，機組保持安全穩定，相關嘅參數亦都冇超出正常範圍咁話。至於核電站方面就解釋稱，事件有一定嘅學習價值，所以拖到3月17號先至將事件界定為零級差別，去提醒工作人員注意相關嘅操作。不過事件發生咗111日先至通報，對於香港市民嚟講，絕對係難以接受。喺2022年類似嘅事件可以迅速通報，咁點解今次要搞咁耐呢？保安局嘅回應就指出，2022年亦都曾經有3宗零級偏差事件，當時通報嘅速度遠遠快過今次。而該3次事件就包括嶺澳核電站運行事件，發生嘅日期係2022年10月15日，至於通報嘅日期就係2022年10月17號，即係喺2日之內。第2次就係嶺澳核電站嘅運行事件，發生日期係2022年9月17號，通報嘅日期就係2022年9月18號，即係喺1日之內。而第3次就係大亞灣核電站嘅運行事件，發生日期係2022年5月8號，至於通報日期就係2022年5月10號，即係喺2日之內。翻查記錄，過往類似嘅事件都係喺幾日之內通報，咁點解今次要等3個月呢？有冇可能仲有其他嘅事故未通報呢？對此，保安局就話，大亞灣核電營運管理有限責任公司已經喺佢哋嘅官網上面公布咗事件嘅詳情，放喺核電安全信息公開內嘅運行事件分頁，但係香港保安局自己嘅核電安全及應急準備網頁，直至今朝10點仍然揾唔到任何相關嘅信息。據國際原子能機構 International Nuclear Event Scale 標準，核電站事故分為7級，零級就係屬於偏差事件，至於1至3級就稱為事件，4至7級就係事故。將零級定義為僅供糾正及偏差以及經驗反饋，但係市民普遍就認為，即使係零級事件都應該及早公開，而唔係拖足3個月。睇返大亞灣核電站係喺1994年啟用，而中電就持有25% 嘅股權，輸港嘅發電量大約佔核電站總發電量嘅80%，供應香港大約25% 嘅電力。至於涉事嘅嶺澳核電站1號機，就係喺2002年正式投入商業運作。呢次事件再度引發對核電站安全性以及資訊透明度嘅關注。有核電專家指，即使係零級事件，延遲通報都係唔合理，亦都有可能代表系統內部有更加深層次嘅管理問題。表示香港人係有權知道實際嘅情況，官方應該提供即時更新，而唔係要等3個月先至話俾人知。我哋一齊嚟睇下下一則新聞嘅標題啊！一帶一路再受挫，尼日爾軍政府驅逐中方人士，懷疑搶中石油，關閉中資酒店。
根據路透社報道，尼日爾軍政府近期就決定驅逐3名中國石油業高層，並且要求佢哋喺48個鐘頭之內離開該國。呢3名中國高層分別係嚟自中國國家石油公司，簡稱中石油，仲有西非石油管道公司 WAP Company 以及中尼合資石油煉油廠 SORAZ。據消息來源指出，呢一項驅逐命令係喺今個禮拜3發出。據了解，呢啲中國高層被要求離開嘅原因，主要係當地員工薪酬問題同埋項目進度方面嘅爭議。據消息人士透露，呢啲高層收到通知之後，得返48個鐘頭嘅時間準備離開，並且有消息指佢哋已經喺禮拜5順利咁樣離開咗尼日爾。雖然具體嘅高層身份並冇公開啊，但係就有消息指呢啲人同2間石油公司以及合資企業有緊密嘅聯繫。此外，尼日爾旅遊部門亦都決定撤銷一間由中國公司經營嘅酒店嘅營業執照，並且以歧視性作法為理由。呢個措施就進一步咁樣加劇咗中尼雙邊關係嘅緊張啦。睇返尼日爾軍政府係由舊年政變上台以嚟，逐步咁樣加強對該國資源嘅控制，尤其係喺石油、金礦等天然資源方面。早前尼日爾政府同中國國家石油公司簽訂咗一份價值4億美元嘅協議，當中涉及阿加德姆油田嘅原油銷售。同時，尼日爾軍政府就撕毀咗同美國以及法國嘅防衛協議，並且接管咗法國核燃料公司 Orano 嘅索馬伊爾鈾礦。尼日爾軍政府嘅呢一系列舉措顯示出對國內資源控制嘅強硬態度。與此同時，西非其他國家，例如馬里以及布基納法索，都利用法律爭議加強對黃金等資源嘅控制，進一步咁樣主權化本國嘅資源。近年嚟，中國嘅一帶一路計劃就遭受到多個國家嘅抵制，面對唔少嘅阻力。喺舊年12月召開嘅一帶一路建設工作座談會上，習近平就再次發出明確指引，要求繼續鞏固合作基礎，並且強調要保護一帶一路嘅海外利益安全。習近平喺會議上強調，必須要妥善應對各種風險挑戰，有效克服地緣衝突嘅影響，並且表示喺呢啲情況下，要繼續咁樣推進高品質共建一帶一路，鞏固合作基本盤同埋擴大合作新空間。佢同時指出，要正確咁樣處理增強共建國家獲得感，同埋堅持對中國有利嘅關係，並且強調要準確咁樣捉住利益交匯點，統籌推進重大標誌性工程以及小而美民生項目建設，唔開空頭支票，唔吊高胃口咁話。好啦，呢則新聞報道到呢度，多謝大家嘅支持同埋收聽，懇請大家喺聽新聞之餘，記得訂閱埋我哋嘅頻道，同埋撳埋個鐘仔，咁就可以第一時間接收到我哋頻道最新嘅資訊啦。仲有請大家幫手留言、俾 like 同埋 share 埋條 link 俾你哋嘅朋友，等更加多嘅網友可以分享到香港新聞連線嘅報道。多謝大家，下一節新聞時間再會。俏貓貓3月門市優惠。BG18 魚子醬一罐30克，原價1080，特價未試過嘅6折，648蚊，仲送返總值199蚊嘅禮物俾大家。介紹一下先 ，BG18 帝王魚子醬用斯氏鱘同達氏黃嘅混種鱘魚嘅魚子，佢生產嘅魚子係最好食嘅。鱘魚要養13年以上，每粒魚子嘅直徑3mm以上，魚子顏色淺至深嘅琥珀綠色，鹹味屬於2.8至3嘅等級，質地絲滑柔軟細嫩，口感 creamy， 而且全天然，不含防腐劑。由3月5號到31號嚟俏貓貓門市買 BG18 魚子醬一罐，就送日本直送嘅冰富丸雙生生蠔一盒及紅米時代餐廳50蚊現金券2張，只要食滿100蚊就可以使用1張現金券㗎啦。呢個就係